成個大廈模型，我以前以為呢個係一個皇冠，但係設計師就話我哋知呢個係俾海風吹起嘅一條裙。過緊去天璽海嘅示範單位，幫大家睇下個豪宅靚成點先。天璽海賣嘅成績比我預想中仲要好幾班。新鴻基品牌喺市場上有一定嘅認受性，而且佢位置真係優越嘅。天璽天咁就有條路咁樣轉過嚟天璽海。你見到呢度係海啦，呢度風燭花園啦，嚟緊會有條綠色環保集體運輸喺度。我自己都研究過呢個盤有一段時間，得兩個方向叫做大環，只不過俾到咁嘅價，啲買家願意落手，出乎我預料。我記得上次同人睇天璽海嘅示範單位，佢俾條金鎖匙，打開鑽石包廂，坐喺飛艇度遊覽成個世界。個睇樓嘅體驗係的確好實派嘅，就算你唔買都可以去試下香港發展商賣頂級嘅豪宅究竟係點樣賣法，成個體驗咧，你又願意俾我拍嘅話，可以一齊去體驗下。OK， 我覺得開心嘅。係。我點解會做地產代理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我中意睇嘢，四周圍去睇，擴闊下自己嘅眼界，見識多啲，好事嚟嘅。哇！呢個就新鴻基嘅時光隧道，咁有嗰啲世界嘅知名建築。睇片，佢就模仿飛行，飛過唔同嘅國際城市，然後就翻去香港天璽海呢個地方。1400尺，每一戶都有自己嘅專屬電梯，入到嚟基本上都係拍卡，咁就可以去翻自己部 lift 啦，或者自己撳掣輸入。呢度就私家 lobby， 半鞋凳，靚仔嘅鞋櫃，消毒機，幾好。呢個 A 單位子母門推入嚟，哇！廳長係8米2，闊係3米7，都夠晒寬闊。外連一個半圓形嘅露台，係用趟門嘅，個趟門都幾大。然後你就企喺呢度望住個維港海，超級正。睇翻個廳，入門口有個玄關位，設置咗鞋櫃同埋一個儲物櫃。廚房就有兩邊工作台，10 CL 嘅雙門雪櫃，所有電器齊啦。哇！大清盤，好鬼正。新熟嘅水龍頭正啦，呢啲砧板仲有 USB 仔添。然後就 Mila 嘅成隻嘢。呢度就早餐區，想同小朋友 close 啲，咪坐喺呢度傾下偈，每日咁樣食個早餐咁樣出街，快嘅。正餐就出去廳啦，簡單早餐喺呢度食。工人房，佢工人房都好大，同埋佢有窗嘅。工人廁，呢度就係間房，都幾大，布上幾靚仔。佢係落地玻璃窗啦，做晒啲簾，浴室，哇，正！石面、色面都係用翻啲明亮色，睇落去就好精緻。仲有足夠嘅收納空間，方便儲物。有一個水盤，鏡櫃，幾大嚿。呢間細嘅睡房都係向海嘅，佢嘅窗都特登做咗弧形㗎，見唔見到？我哋睇下個主人房，哇，好大啊，好方正。咁嗰個角位應該預留一個細少少嘅衣櫃啦。張床就呢邊擺或者嗰邊擺，擺完之後三邊落到床，有一個海景窗掃過嚟。原先就預留咗一個衣櫃位啦，有2嚿嘅。佢所有物件都做齊晒俾你，幾正。你唔需要再諗個櫃點樣設計。當然啦，有錢人而家唔止咁少衣服啦。浴室呢邊就用趟門啦，同埋都幾薄㗎呢啲趟門。豪宅嘅5件套，雙星盤，浸浴缸，座廁，然後一個化妝櫃。哇，好實派呢個。女主人應該幾中意，但係呢啲用料就要諗下防水咯，所以佢做晒乾濕。OK， 係呢個位同呢個位調一調，good嘅。再轉過嚟睇一個客廁，又好企理啦，都係一組風格，有啲逼暗。另外一間房，總體嚟講，我覺得千齊社呢間幾正，個廳又正，
主人房又正，佢呢啲 mansion 都賣緊嘅7萬，裡面就大概2.8萬起步啦，4萬都有。然後呢邊就5萬啦，我記咗有個20尺，但係所剩唔多。然後佢下面就有啲商鋪街啦，然後呢度就有一個海濱，呢、個就維港海嘅煙花。佢有啲休憩區啦，都幾好嘅。如果我哋轉過嚟佢後面咧，咁呢邊就望翻空中花園嘅。然後佢會有條橋啦，駁去空中花園。天璽海嘅成個睇樓流程就好似一場大戲，最重要嘅係一種貴氣嘅體驗。你有冇感受到？如果冇，可以親身行一次。今日嘅時間就咁多，我係 Louis，我哋下期再見，See you。